4月开始，电钱起价，而且物价嘛继续在压悬。有真侪营业额伫咧8万至20万，唔免开发票，干那需要扣部分营业税的小店面，这业者就跳出来咧反映讲，这营业额的标准嘛应该对物价调悬。有民代嘛咧呼吁讲，这营业额伫咧20万以下小店面，应该规期就免扣税，安尼嘛当减少税务人员客债业务量。排骨、粉、温和椒云落样鼎成钱7、8分熟，为了让中昼出餐会当更加有效率，小食店透早就开始传料，像这款营业额差不多是伫8万至20万的店，是采家庭扣税制度，税务员依照特定公式查核，每半年到现场核定销售额，结果按比例来扣税。他都选那个中午你很忙的时候来，你的这家生意很好，然后他就自己主观。你说你很好，然后就帮你加税。如果有一个机制是可以让我们可以，就是在那个平衡上，我觉得是 OK 的。民意代表接着为了店主定情，因为电价调悬，物价嘛持续伫起，不过营业税起定点17年无调整，查核公式恐惊早就无下时代。另外，以南区国税局做例，较无100个税务员爱查核11万间小店面，每人每年爱搁查核2200间。营业税查定扣定制度，对小店面来讲，也甲国税局拢是真大压力。审计部站在审计监督的立场，建议应该要评估考量物价指数的影响，然后确实检讨调高小店家的起征点。营业税的任何的变动，其实都会影响到后续我们营利事业所得税跟综合所得税的整个税制，都会造成影响。财政部这边我们在通盘的考量。对于民意代表诉求营业税应该简正便民，倡议废除小店面营业税家庭扣税制度，财政部是回应，因为牵涉到的层面真宽，爱兼顾赋税公平，所以要进行通盘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